發展局公布牛潭尾發展規劃，將會預留46公頃興建大學城，包括第3間醫學院。牛潭尾總發展面積127公頃，18公頃係住宅用地，以私人住宅為主，容納32000至到36000人。配合大學城，形成一個自給自足嘅社區。未來政府將會喺呢個區域重點發展成大學城、綜合醫教研醫院同埋鐵路站。現時呢個區域仍然有好多耕地，自然景觀保存完整，仲有一個蔬菜合作社。等我哋一齊嚟了解下油潭尾嘅特色。嗰啲中草藥係有種到㗎？都冇嘛？中草藥係咧，唔係老一代嘅農民都有嘅，有記佢嘅。滿地都係野草，係滿地都係嘅。滿地都係野草，其實係好高生態價值嘅喎。係，可唔可以舉到少少例子？百花蛇舌草啊，田冠草啊，但係喺當中裏頭咧，就係有好多種藥用價值嘅草喺度啦。問題就係想知新油合作社而家嘅營運方式係點樣？咁我就係呢度牛潭尾村嘅村民啦。咁個新油咧，就個主旨就係幫佢哋收集晒所有嘅嘢，然後就整一部車出嚟，然後同佢哋車出去九龍去賣。咁因為未來咧，香港政府就有計劃啦，就喺呢個牛潭尾村就發展一個大學城嘅咁嘅興建啦。咁你哋覺得農民有冇咩任何嘅合作方式咧，可以去借助農民呢個身份，或者農民而家現有嘅用到嘅科技啊，咁嘅農耕作嘅技術，咁可以融入到大學城入邊咩嘅？咁就要睇呢個大學城有冇一科係屬於呢個，即係叫做農業科技。如果佢哋大學城去設立一科農業科技嘅話，咁對我哋啲即係有耕作經驗嘅人，梗係可以用得翻啦。最後都想問下你啦，你覺得其實作為牛潭尾村嘅村民啦，你有啲乜嘢文化方面，或者有啲嘢其實係好想政府係可以即係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啊，或者其他地方嘅時候可以保留到落嚟㗎？咁姚聖母廟，你哋覺得姚聖母廟同農業或者漁業有冇啲咩任何關係咁樣？有。咁你姚聖母廟即係啲人有個誕喺度，咁你就上去祈求啦。加豐田雨順啦，國泰民安啦，咁如果你係農業同埋漁業嘅話，我哋都要好睇天氣噶嘛。咁我哋去每年嘅求神作福啊，咁樣都係祈求成條村係比較風平浪靜，因為我哋落大雨咧，呢度會水浸。姚聖母本身就係成條村，即係好多人都係信姚聖母嘅。係啊，因為佢係保佑所有我哋嘅牛潭尾嘅村民噶嘛。呢個區域未來係以發展大學城、中醫研究院同港鐵站為核心。我哋以大學城出發，希望透過大學城嘅發展做到城鄉共融，以大學應有嘅社會責任出發，亦同時肩負住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嘅使命。而大學嘅培育人才係為咗可以透過大學嘅知識、技術或資源幫助社會解決問題，有助培育出更具社會責任嘅人才。希望可以透過保育牛潭尾村嘅鄉村文化，從而做到保育嘅在地文化同生態教育，以協助地方發展創新。而家呢個區域仲係有好多鄉村，喺鄉村嘅環境有好多極具生態價值同環境十分優良。我哋嘅理念係以大學城去達成城鄉共融嘅目標。我哋建議可以將新時代農場完整咁保留落嚟，為咗配合新嘅農業科技研發同環保項目。由於呢個農場一向都有做開環保項目，同埋係一個著名嘅有機農場，所以都好建議未來藍綠生態走廊附近嘅土地可以值得保留。主要係可以為咗令到啲農民可以重新耕作，同埋可以令到啲大學利用呢啲保留落嚟嘅土地，同啲中小學有一啲體驗課程，去理解以前嘅農耕文化，從而可以培育人才同埋達成生態教育嘅目的。然後希望部分農地可以開放俾社區共享，而中醫院附近土地擁有好多野草，蘊藏住好多中草藥，所以保留落嚟嘅作用係為咗佢哋可以作學術研究，亦可以喺附近一啲舊土地重新開發，去做一啲中藥嘅種植作學術研究。政府透過活化牛潭尾排水道變為藍綠生態走廊，如果將藍綠生態走廊一部分開墾成農地，就可以供給原居民種植，同埋邀請中小學合作舉辦體驗課程，令學生可以體驗到真實嘅農耕文化體驗活動。種植完嘅農作物可以俾新油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供給附近嘅居民，或者送到去九龍作售賣。其實油潭尾真係